梳妆，热来邻家少年郎。哦，心在荡漾，春风微扬，花在开放，短发一人自芬芳，心头小鹿撞，碧波轻荡。是谁在歌唱？唱醒谁家的姑娘？假装披起了衣裳，月光格外亮。校园外门廊，白白白白的小猪蹄，哦，白白白白的小猪蹄，哦，白白白白的小猪蹄，可可爱爱的小猪蹄。我打出一条最优秀的答应杨老师哦。最优秀的，有什么这个叫什么？没奖励。没奖励，我为什么要打很优秀的？为了我。试一下，全试一下。尝一口温热的拉提，你一般不出镜的，像你你所出镜一下。满世界的无用无干。出镜啊！你不是个人。为什么你这个电玩是硬的翘出来的？因为我要给他一定要特别优秀，然后绑得特别紧，他已经直接就可以抓住了。很好吃，我允许你吃，我允许你。我不允许自己。我的呢？秒怂。好吃。哦，天公不作美，我躺在床上睡。无聊的世界，因为我又添了一朵累赘。主要是没有人给你下巴啊。三月来百草开，云上满手问无数，虫鸣踏着你的爱是……哦哟，得了得了得了。面目前身，照见不尽独行人。公子王孙何必问虚度我青春？明月万年不见身，照见不尽独行人。公子王，王哥哥。哎。你来干嘛呀？我来送吃的，是啥呀？蛋糕，榴莲的吗？千层，壳呢？嗯，不应该把它跪一下吗？你吃，来，那就吃一下吧。哪买的呀？这能买的？你是不是无颜出镜？给你点面子，什么？什么？给你留点什么？留点啥？这榴莲降火吗？好吃吗？有点酸啊！空倒的你，倒了醋了吧？我情商不够了。吃啊吃。还是从前的你吗？明明知道我的心会受伤，你却依然执意的
但不在乎我的心里有多痛。剩下小哥说我们更新的太少了，那我们也就更新一条。还在弄封面。你这个没错了，不是你到太阳下面了。如果能再次遇见，我会说句好久不见。你会是少妇人，还是不停避开视线？我都走遍过你的右边，会不会有更新的人选？只是那短暂时间渐行渐远。我像是生活一点出现又不见，被月亮消遣。星星的月亮，装作皎洁的模样。看这是谁呀？我们再拍一个室外的天。陈老师。我说等一下你。转一下。这边是不是这样还可以？你脸比我大。一点没高嘞。这要注意我的钱。卖个份来。哎，快点！哎，你又骗我！哎，你又骗我！这人说他累死了，我给他发个功。有没有好一点？你这是传说中的摸头杀吗？跟癫痫了一样吗？发功，有没有好一点？你给小孩死了。干嘛？你们两个真的是大庭广众，给他注意点影响好不好？你们两个演完了，放开！演完陈大娘放飞啦！这两个人真的是我吃不上。给我一个。我说是这瓶酒，你们知道周华安跟贾婷在一起了这回事吗？待会儿去弄一下吧，因为那个东西在外面什么时候就是陈丽君。应该不是金主，但是到这个睫毛来。但是只是说为了怕脸漆，对，怕善变的男人，你这个善变的男人，你看，灯光都被我们嗨了。太杀了我李潇。晚安。晚安。武秀，外恶，节操为对，将功折裁。这个人他说他 copy 了一个我昨天发的教程，他失败了，还可以啊，是不是？对，中间这个头颅怎么回事？没有，我没什么头颅的，你看。李老师给你弄一下。头发毛给他扯一下，你能不能认真一点扯？我是认真的，我还没有开始。你要关注到我的脸，然后这样扯。有点
有点难救它。你看这个东西立不起来，你看怎么回事？啊，这怎么办？要么重新给我扎扎。那你上面那个太复杂了，我有点难。你觉得两边搞一点，主要是你头发比我少一点。你看无动于衷。那再扯扯。对我比你还细还软还塌。主要还少。你看这里没用的呀，你看我扯一扯是吧？对呀，为什么？你看这不就出来了？那为什么呢？头发原因。搞不起来呢我。那算了吧，就这样。我知道你听嘛。拍我头发折。这样会有谁啊？好可爱。开美颜啊，东方里。满意，我唱不出来。哎，有了啊！没有，我放掉了。哎，没了。还有一个我一直以为是粉丝恶搞，结果是本人自己创作。双腿跪下，跪就跪。哼，外面几个相好，我到底几个？2个？什么？你听我说，有2个，打死你！看世人慌慌张张，却只为碎银几两，偏偏这碎银几两能解这世人慌张，把心事写进眼眶，却变成了眼泪两行。我见年少的风吹走来路的伤，我已忘记你的方向。枕头下的动画书，私自收藏的情书，少年的我想倾诉什么感触？迷失森林的小路，会不会遇到女巫？故事